本人书看客家名录学院每日的读语新闻，上传瓜子一开始替用黄姑子来拜阿公婆，老本有地迄个黄姑子并了比萨风，做得来保护阿公婆的阴魂。突然正月班到抢年前系客家人瓜子嘅时节，无抢天气瓜子嘅时节也有政策。比如讲，苗栗太天的正月班过后，桃园同新竹会的抢年前完成。1960年退后，桃园、新竹天气起主塔过后，规家族嘅人接抢下来瓜子。比如讲，桃园新北嘅15米家族，米下变成超过1000人拜阿公婆嘅重宴。第六对天气。集体太平东会有乡镇公所请师傅看日历，见抢用瓜子嘅时间，上师会同隔壁乡镇抢下来期盼，从面进来进太。还有当天铁嘅地方系啲瓜子嘅时节，会啲母体处理，根据家畜抢体嘅人数，并抢用数量嘅纸片，每天之中嘅数量会用扣纳嘅月份来调整，代表子孙对阿公婆嘅敬重。瓜子唔单将其中家畜嘅情感。未表达出子孙感染水年头嘅精神。以上系客家名录学院嘅报道。接下来要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的客语就系瓜子。瓜子，客家人正月班过后开始瓜子。客家人正月班过后开始瓜子。唔学威猛，下一拜章来了。